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强迫劳动已引起国际关注和批评。虽然中国当局一直否认东突厥散存在强迫劳动制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些图片露出维吾尔人被迫从事强制劳动的真相。图片中有50多名维吾尔男女被乘坐拖拉机送往强制劳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起来疲倦和沮丧的人中有1半以上是女性。尽管中国以前曾说过东突厥散没有这种制度，但有关当局正在以各种方式加快对东突厥散人民的镇压。一方面通过政治教育对维吾尔人民进行洗脑，另一方面通过强迫劳动对他们进行身体虐待。一份敦促英国政府因其对维吾尔人的破坏而向中国施压的请愿书已送交英国总理府唐宁街10号。据报道，这份犹太新闻请愿书已由150名议员签署，已交付唐宁街10号。保守党议员努斯拉特·加尼一直是在此问题上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向总理的团队提交了请愿书。由犹太新闻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保守党议员努斯拉特·加尼一起推出的这份请愿书，敦促英国政府对涉嫌侵犯维吾尔人权的中国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措施。印度尼西亚驻安卡拉大使接待了以东突厥散人权监督机构秘书长卡诺尔丁·伊兹巴萨尔为团长的代表团。会议期间，据报道，代表团对印尼政府将该国的3名维吾尔人引渡到中国表示严重哀悼和关切。代表团还报告了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散的最新情况，以及维吾尔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印尼大使拉鲁·穆哈默德·伊戈巴尔承诺向政府官员传达维吾尔人在此问题上的敏感性和期望，以使印尼政府不会再做出这样的决定。印尼政府去年9月应中国的要求将3名维吾尔人驱逐出境，这对国际媒体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距离特朗普卸任仅剩10周，但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下台前预料将针对中国推出一系列强硬政策，借此防止拜登接任后扭转特朗普既定的美国对中政策。根据美国媒体的独家报道，美国特朗普预计在下台前的最后10周，针对中国相关议题通过一系列的强硬法案。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向媒体透露，特朗普希望借此让自己在中国议题上能留下深远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特朗普政府资深官员告诉媒体，特朗普在下台前预计以中国政府侵害维吾尔和香港人权以及对美国国安造成威胁为由，对更多中国企业、政府部门以及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阿尔约特告诉媒体，除非中国改变其行径，在国际场合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国家，否则未来的美国总统将警觉，改变特朗普总统在任内对中国推出的历史性政策将会是自杀性的行为。欧盟27国领导人19日举行视频峰会，就2021年至2027年预算案以及武汉肺炎疫情救助计划进行讨论。匈牙利和波兰领导人以欧盟将预算拨款与尊重法治挂钩为由，否决了预算案，直接导致1.8万亿欧元的疫情后欧洲经济重建计划无法启动。欧盟理事会主席切尔斯·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结束后举行新闻发布会。米歇尔强调，成员国应共同行动，该救助计划对欧洲经济复苏至关重要。